鞋柜里有拖鞋。哎，好，这儿是吧？脚踏实地更适合。后会无期。快，先去坐吧。你先休息吧，家里有体温计吗？没有。没有，那还是得去医院呀。不，我工作太辛苦了，我就想在家里待会儿。哎，可是你现在发烧。哎，你别闹了，我跟你说。那这样吧，如果你明天早上起来还在发烧，那你就得听我的，好不好？那你要留下来陪我？听不听？听。躺下休息。我就不是很明白，明明当初互相吸引的地方，最后却变成相看两相厌的原因。就像我妈妈，我妈那个人啊，真的像艺术家一样天真烂漫，但很多时候又会很脆弱多疑。前任人他说过，说会永远守护住她的纯粹，但最后却一次又一次的伤害她。可能没有什么感情能承受得住争吵、猜疑、柴米油盐这些漫长的人生消磨吧。不会的。什么不会的？我不是秦生生，也不是其他人。我是个有始有终的人。既然是我先招惹你，我绝对不会放手。可是如果真的会有那种跨不过去的坎儿呢？那我也会想办法。你不信啊？你是高山，不是其他人。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。装什么可怜啊？一看就是心怀不轨。又不是亲弟弟，姐姐叫这么亲着，不行，一定要让这小子死心。